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中国今仔又搁伫台湾中部南部海峡进行海峡雷霆2025的操演，锁定重要港口甲能源设施。今仔开始，冷气团的减弱，清明年假初4、初5会有30度的高温。国道5号、1号路南下晡开始车就真多。美国国家图书馆的图书奖的作家杨松子，小招上千的台湾作家历史大罢免，拒绝中共的渗透，捍卫台湾文化。来看中共连续2天对台湾发动军演，昨是中国的东部战区佮出动山东号的航空母舰，今仔又佮宣布讲，伫台湾的中部佮南部海峡，要来进行海峡雷霆2025A 的操演，嘛伫东海来进行实弹的射击，模拟讲锁定重要的港口佮能源设施。咱的国军嘛随展开战备操演。你的行动已严重破坏台海区域和平稳定及安全，蓄意制造事端，增加维安及误判风险，请你立即离开。中军的司令舰出现伫咧台海，海军驻亚军舰伫台海前线捍卫咱的海峡。中共东部战区昨日无有警宣布对台湾实施联合演训，以中共航舰山东号组织编队带头，结合强机执行军演。咱国防部侦获强机76台次。其中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中部加西南部，也有几多台强舰、公务船了台。国军积极反制，启动立即备战操演。4月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湾海峡中部、南部相关海域组织海峡雷霆2025A 演练。目前来讲，中共的东部战区昨日搁再宣布，针对台湾的中部加南部海峡。进行海峡雷霆2025A 操演，演训实施查证识别、警告驱离、炸弹扣押。另外，还佫伫咧东海展开远火实弹射击，模拟锁定重要港口、能源设施，相关印太局势紧张。持续施压，它不是一个新作，它是连续性。这个以后你还要看到会更大压力，但是我们监控很好。一直到这几年，把海、陆、空、火箭军的兵力做这样的整合嘛，它的目的当然就是军事扩张。中共连续2天对台湾发动军演，这边操演有新的代号海峡雷霆。中共讲，共军一直大刀采取多样化、更加严厉手段。学者观察，共军出动几多台军艇，结合着中国的海警船，演练甲台海内海化。让他的海军跟海警未来如果执行对台湾的这个封锁或隔离的时候，可以有这个跨军兵种的这协调，对海上的航运的商船进行这个骚扰和拦截，企图阻断台湾对外的这个海运。我们也强化了对退役军人的一些反渗透、反统战的一些工作。我们第一个就是农民在哪里？我们服务在哪里？要强化农民的照顾。另外，中共的新建文宣影片，声援建立强敌案征集相关的退役中将高安国。对此，颜德华讲，中共对现役加退役军人的渗透手段正多元，所以把强敌案摕来做宣告，和退役军人提高警觉。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国向进行政治演训哦，互渔民是真不满，因为今年的屏东乌昂村柜掠头一尾的资格，日期是对4月7开始哦。所以因为中国的军演受到影响，今仔早起伫屏东恒春的鸟皮头，嘛有看到咱军方部署的飞弹是用步砍的。大概目前我们东港跟琉球，因为要抓黑尾鱼嘛，大概都是会集中在这边。刚刚机会比着地图决定渔民来掠乌昂村的范围，大约伫绿岛附近。今年县府公告，屏东乌昂村第一尾的资格，掠猎的期限为4月1号开始算。刚刚当地已经有部分渔船出发，嘛有真侪渔民准备了后要出海。但是这届中国军演公布的区域，踏入掠乌昂村的范围。这个时候，其实对第一尾对我们东港籍跟琉球籍的渔民来说，其实它象征的意义是很重大的。那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搅局对我们来说，其实也造成相当大的一个困扰。东港区渔会表示，为着了乌昂村有一寡渔船3月就出航，目前当地海域咧作业。坦承中国经伫这个时机来军演，造成真侪困扰。不过，有渔民认为，军演甲一般的渔船作业无关系，无啥会影响到。那影响到，
嘛是加减啊影响啦，因为伊演习的拄啊，伊咧掠迄位，伊迄个差不多迄个所在啊。演习因的作业本地啊，迄无关的啊，迄无关的，无影响啊，无影响。虽然毋是每一个渔民都认为军演会造成掠鱼仔的困扰，但是嘛有渔民出来的时阵，常常看到中国真侪军船出现伫日本附近的海域，会离对方较远的才来作业。因应即届中国军演，屏东恒春某鼻头仔时嘛当看到当地有规团防疫部署，周边嘛看到军车还有军人咧来回行动。同时新闻王刘婷、陈显坤屏东报道。中国连续2天强行军演，昨个军演无大好，今仔又搁提出海峡雷霆大号的军演。外界认为，中国军演除了讲是要吓惊大陆，另外目标是美国。今仔解破新闻，咱个参加顺来带咱了解分析中国军演的目的甲手法。是主播。中国昨强行宣布展开陆海空的联合演训，进逼台湾。咱会当看到，包括着中国的海警船伫咧侵扰咱的马祖，驶过台海中线的军舰是位伫咧台湾的四周围逼近24海里的临接区外界线，还佫有航空母舰山东号编队是出现伫咧咱台湾的东南边，离俄乱片大概220海里的所在。目的就是要演练阻挡来自美国或者是顶悬日本来的援助。另外，空军的行动，咱嘛会当看到中国是派出战机、无人机、甲直升机等等，安尼射台湾伫咧飞，实在真唱手。而且即届无预警演训，无亲像进前有联合来剑 A、B 即款的大号。中国表示军演真做常态，以后请不时就要来包围台湾的意思。今仔日中国也搁再另外宣布海峡雷霆2025A 的行动，话讲要来演练对台湾中南部的重要港口甲能源设施精准打击甲防控。种种的军事行动大力对咱台湾咧施压，也就是要来展现因打压台独的能力。搁再来看到，其实即几届演训拢有拿查到对中国偷渡的行为，包括前年甲去年的联合来剑 A、B 军演，昨的联合演训拢总有掠到伫咱金门掠到对中国福建偷渡来的人，讲就是要来寻求政治庇护，要投向自由。不过，咱的海委会就讲，这款偷渡的行为根本就是配合中国的军演，伫咧侵扰咱台湾。面对着中国这款的威胁，咱的国防部嘛有展开积极的备战操演来应对。重点就是要防止中国可能会封锁台湾，甚至是军演强行的变作是开战的行动。也针对着中国这款军事行动，欧盟是发出声明来强调台海和平，反对动用武力，反对威胁压迫的行为。美国嘛批评中国这款的军事威胁实在是无负责任，破坏着两岸的和平稳定。伊也强调会继续来支持台湾。咱今仔日解破新闻就先讲到这，再将镜头交转去给主播。感谢雅顺哦，咱继续来关心第2阶段的大罢免人数拢已经启动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杨尚子嘛发起作家的人数，嘛已经有1000外的台湾作家来参加人数。唔那是为着台湾的民主自由哦，拒绝中共的渗透，嘛是为着要来捍卫台湾文化发展甲国际的能见度。笔杆接力，罢免到底。这台湾文学作家大声喊罢免到底，希望呼吁民众做伙来关注第2阶段罢免无责任立委的行动。经过立法院台检党结今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甲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伫咧面册写文暗指文化界讨饭食讲法等等，引起文学界的不满。罢免人数发起人是去年得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杨尚子，伊强调这么侪作家站出来，是为着台湾整体的文化发展，也有国际能见度。为什么大家都在一起？我觉得我们有个最关键的核心或最大公约数，那就是我们都认同台湾的主体性。台湾女性主义先锋杀父的作者李傲嘛来参与联署，这几年一定出国分享台湾文学。伊表示，唔那咱国长期政治外交受到限制，经过立法院台检党嘅文化预算以后，文化外交嘛受到真大影响。另外，书写劳动文学做工嘅人作者林立清，这几年开公司嘛世界找厝征收，互家友也是有需要帮助嘅人通大。伊表示，自从去年立法院修债违法欠缺配套，造成需要租金补贴嘅社会底层人士愈攀生活。有的人甚至直
直接问我说：“你们台湾为什么都没有声音？”他说：“如果你们都自己不表态的话，那么以后的时候，你们要我们帮忙，我们也觉得好像没有理由的样子。”这款叫财化法，乱收、乱抬，变做伊的补助，唔知我即摆要去找中央，还是找台北市政府，我就要需要讲立委替人来问啊，这款的就会互我遮照顾的朋友心内就艰苦的，你就看讲一个月过去啊，什么时阵补贴会入来？目前已經有1043位台灣作家加入罷免連署，會使講是這幾年來台灣文學史上上大型的表態行動。在咧記者會頂頭，作家嘛發起圖文創作行動，希望邀請所有的創作者在咧網絡頂用圖文延續公平討論，萬為歷史留下見證。記者盧尚珠、鄭俊佑台北報道。再来看，今仔繼續受到大陸冷氣團影響，各地早暗攏正涼冷。透早本島上低溫哦，是伫新北市的石碇10.3度。不過明仔載4月初3開始放清明連假咯。氣象署是預估講，刷來的2日咯，冷氣團減弱，水氣較少，溫度會回升。那至於清明連假的水汽方面，在前2天是一個比較減少的一個情況，所以是以多雲到晴為主。而在後2天就要留意是水汽逐漸增加，尤其是禮拜天，可能水汽上面會再更多一些。國道5號南向南港系統的頭城，預計即將要有往宜花東旅遊或返鄉的車流出現，那預計車潮將會持續到深夜24點。天氣豆豆較小熱咯，高速公路局嘛表示講，明仔載開始放年假哦，預估國道5號甲國道1號落南，國道3號閣有部分的落南路段，今仔下晡應該就開始塞車哦。明仔載是清明連假頭一日，國道5號甲落南的路段應該早起車就會真多。再來看，因為金華城安豐基啊，民眾黨的前主席掛問題哦，因為腰子灌水，今仔佇台北病院手術治療。伊的太太陳培基哦，早起嘛佇病院在陪伴。台北病院嘛發新聞稿指出講，手術了後恢復了袂歹，身體甲精神狀態嘛攏正穩定哦。掛問題繼續留佇病院觀察1日。將民眾黨主席郭文哲落車了後，坐輪椅割喙案。初二早起，在矯正署人員的護送之下，去為腹部台北病院準備手術。郭文哲因牽手陳培基透早趕去病院甲看。謝謝啊，今天大家都這麼早，真高興。陳培基講，初一下晡2點左右，伊接到台北看守所的通知，郭文哲初二要動必須刀的手術，其他的代志是完全唔知頭唔知尾，而且真不滿。伊講，根據衛生醫療法的規定，要開刀的患者甲伊的親人有權利知影要動什麼款的手術，是安怎愛手術，也閣有麻醉的方式甲護管的方式，有方通知甲選擇的權利。為什麼要手術？是什麼麻醉的方式？那手術的原因是什麼？或手術之後，他的康復的過程是怎麼樣的？說實在，我跟各位一樣，我完全不知。在一個還沒有定罪以前，就只是為了說他不要被什麼串證、什麼逃亡，就是因為這種因素被羈押的時候，他這個醫療上面的人權完全消失。聽完之後，陳佩琪就哭了。你不只要通知你要跟家屬要討論包括他術後、手術後他要怎麼照顧？為什麼柯文哲他連最基本的醫療人權都沒有呢？病院立委質疑講，郭文哲的醫療人權受到侵害。前民眾黨立院黨團主任陳智菡講，陳培基去病院問醫師了後，已經了解郭文哲的病情甲相關的處置，而且該開刀的醫師是過去郭文哲待在病院的同事，嘛是這方面的專家，知影醫生手術的方式甲檢查報告了後，有更加安心。主治是說，他有把一個結石取出來，那個 double J 當然就是說放了之後，當然就是尿排出來之後，水腎當然是會改善。那到底改善有沒有恢復到一個人 normal 的狀態？那個他是說要再追蹤，因為畢竟才剛手術完。台北病院嘛發新聞稿表示，手術了後，郭文哲腰子行起來情形有明顯改善，身體甲精神的狀態穩定。腰子因留去膀胱的2條管會先囥5天，觀察了後才閣甲摕出來。病院這邊已經安排後續會診的事項，確保護員的情形。公視新聞新北台北報道。代替408處德魯庫事故今年4月初2滿4檔咯。代替佇罹難者家屬的建議哦，佇清水磅空、聯合磅空、閣有崇德磅空設紀念燈光。今仔早起，交通部長陳世凱甲罹難者的家屬，閣有代替人員，嘛坐公車處的自強號去花蓮來進行啟用典禮。
台铁公司也应该要永远记得，在过去的0402我们的隧道的这个事故的事件，要提供给所有的民众安全优质的运输，是交通部责无旁贷的任务。很多案件还是在进行，譬如说像是刑事案件的部分，开庭的时候都有提出来，是说他们很希望法院能够对于整件事情是一个有针对事实，然后是最重的一个惩罚的方式。代替表示讲，这纪念灯光哦，会伫逐当的4月初2到初6来点灯哀悼罹难者，而且通过这个光，避免影响到司机员。希望讲当提醒经过旅客继续来关心代替安全解决，嘛提醒代替员工哦，铁路安全的重要。再来看桃园的路中哦，发生一件死亡车祸，有一个68岁老大人，可能是因为身体无爽快倒伫路边哦。因为落雨天，轿车的司机无注意，甲人搞死。警方嘛以过失致死罪，甲这驾驶上班。落雨暗暝接近罗德区山林路二段甲山外路交叉路口，68岁姓陈查甫人落车了后，疑似身体无爽快倒伫车道。54岁姓郑的查甫人赛车正弯，疑似无发现车道顶缘有人，煞高速撞到，将人搞死。54岁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因夜间又加上雨天视线不佳，不慎碾压，疑似因病无法站立。而卧躺在车道上68岁陈姓男子，代志就发生在3月31日暗时7点外，附近民众发现车祸，赶紧报案，经小到场抢救，发现姓陈查甫人身躯有真侪刺伤、裂伤、钝伤，已经无喘气心跳，赶紧将人送去南口中央病院急救。发现为欧卡患者，分队申请2车支援，并进行欧卡抢救，送往林口长庚医院。被同姓陈查甫人送去了，一时救无转来。警方事后逮捕肇事姓郑的查甫人，照过失致死罪嫌上班。检方也要搁解判，这事故甲死亡原因要搁调查清楚。公司新闻桃园报道。继续看台东哦，一间国小学龄前的特教班传出讲有学生啊受到虐待，今仔是有家长出面指控，佮讲这老师哦伫一当前都有状况，学校拢无处理，至少有来学生受害。学校是表示讲，这老师已经停止调查了，教育处卖伫4月底来公布调查报告。我的妹妹是很无助的，没办法叫，没办法哭。然后很惊吓的在当下，讲到目屎流目屎滴，唔甘囡仔规样过上坟，家长出面控诉囡仔伫学校被不当对待，老师有记有当地小姐行为，暗过通初找学校调监控完全查无异状。怒控学校包庇稳重实情，事后告私下向顶管通报，无告知家长。当下我看到孩子受伤的时候，是老师跟我说是椅子砸到的。学校与教育处已经知道孩子们被老师不当对待，也没有做个积极的防范作为。疑似虐待囡仔案件伫台东关山国小的学前特教班，无奈学校处理引起争议，家长也指期当地教育处早伫1月初9就接到通报，刷拖到1月20才成立调查小组，甚至过1个月过，家长总算看到真正的监视录影画面。教育处很好混吗？12年前一次了，今年后面又再一次。专案的特教老师至少2个被控虐待，有家长也讲到老师1年前早就共款行为，学校煞无要插，全班的8个学生有2个人拢受伤害。业管单位都是依照当时候所掌握到的讯息来进行通报，对于幼儿受伤的实际原因，我们都配合调查。其实就在2天之内。知悉之后，马上就开始启动这个作业，所以并没有做一个延迟的通报或延误。教处回应专案无延前，伫接到通报的2天内，即个展开修正，学校也好人包庇，表示发现老师疑似不当对待了后，马上向顶管通报。目前涉案的老师已经被停职调查。我们会持续督导地方政府，应该要依法妥处。疑义的部分，我们也会请他们做一个厘清。教育部也介入了解，要求厘清疑点，相关行政调查，台东教育处按算4月底出来。即马家长阁提告，只求真相调查清楚，幸福家属甲囡仔一个公道。
公视新闻台北台东报道。再来看刑事局掠到诈骗集团哦，以投资太阳能板，佮有供电金利润来找人，再佮爱家来找头路的人提资金来投资哦，佮用避税来做理由，爱员工办虚拟货币口座用来洗钱。刑事局是掠到25个嫌犯，被害者大约80个人哦，损失5000多万。在各大脸书社团媒体张贴太阳能光电、IC 晶圆外包厂求职广告，被害人应征后即加入假人资赖账号，分派线上工作，并为取信被害人支付被害人工作之薪水。另外，骗取被害人金融账户后，再诓骗太阳能板光电事业投资稳赚不赔，将被害人加入太阳能光电板投资群组内，进行草群洗脑诈骗。警方把诈骗集团的成员隆重抓起来。刑事局去年是接到证据，敌联邦红林会重要干部有一个姓丁的查甫人，涉嫌伫新竹台中台南等所在牵广告要找人，用投资利润的理由诈骗80多个人，计共是诈骗5500多万。刑事局伫今年初2去抓人，嘛抓到25个嫌犯，查扣房产、车顶证物，嘛甲伊移送法办。警察。再来看台中的监警甲台电公司的专案小组抓到一件偷电的案件，一个有前科涉任的嫌犯哦，去年伫来县市帮工厂、公司佮有电脑的机房改电表来偷电。台电统计计共是有15件哦，嫌犯嘛已经向移送法办，台电是爱伊赔偿1783万。警方甲台电人员来到住户门口拍开电表一看，发现内底有可能挑工破坏，造成电表无法度正常走出用电度数。这个电流信号线跟里面的插座通通被破坏了哈。台中刑事去年接到线报，讲有高用电的工厂、公司电脑机房偷接电，发现有一个电工背景的嫌犯，每一届收3万至5万，专门替这用户偷改电表，讲会当省9万块电池。敢若去年就已经不法赚560万。他去更改这个台电的电表计量器，让他就是可以少算这个用电量。去年的话，这个嫌犯大概就获利了50-60万有。警方调查嫌犯对2016年开始就咧替人偷接电，互犯医判关8个月，由原是唔知悔改，犯记录招骗新北、新竹县市、苗栗、台中甲彰化。台电统计，即届佫查到15件，会依照电池损失的1.6倍来讨赔，拢总是1783万。总共成案有15案，其中包括了15个电号及10个地址。当中属于台中地区的案件有2案，除了其中一个高压用户还在等警检调查结果后再行商讨和解释以外，其余的9个案件、14个电号均已缴清或分期付款当中。台电表示，目前除了一间涉案的高压用户以外，其他拢已经同意纳清，也是分期。警方是依照早期窃盗、规则文书等罪嫌，甲涉任的嫌犯甲偷接电的用户拢总移送法办。目前涉任的嫌犯是裁定羁押禁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再来看泰国曼谷的心计大楼，因为缅甸地动放弃抢救已经第6天了，阁有70多个人失踪。因为离黄金期72点钟已经真久了，昨泰国政府嘛甲搜救团队讨论讲，准备要大规模来学，嘛望讲阁有奇迹出现。另外，泰国的特别调查局嘛指出讲，中国中铁十局以泰国人来挂名股东，涉违反外国人商业法定罪，要求爱处理。200ส่งคนไปตัดข้างบนทีละท่อนแล้วให้500 100เฉลี่ย100ซุปแล้วก็ออกมาข้างล่างทีละท่อนเพื่อ大型机构开始入场，透过美军的扫描仪，会当看到有70多人调在内底。目前搜救行动以 A、B、C 3区为主，其中 B、C 2区较晏停车场人数更加会较侪。外口等待家属希望有好消息，政府甲民間單位也積極咧安達。มาด้วยกันนี้ออกมาทันครับนี่ออกมาทันทำงานอยู่ชั้น5ชั้น5ตอนนั้นพี่อยู่ชั้น5พี่ก็เลยออกมาครับออกทางลานจอดฝั่งลานจอดมีความกังวลใจว่ามันเลย72ชั่วโมงแล้วนะครับมันต้องเอากองขุดปูนออกให้หมดแล้วตอนนี้ครับต้องค้นขบวนออกย้ายเศษปูนให้หมดครับตอนนี้ครับกังวลตรงนี้ครับแต่ก็ยังมีความเชื่อมั่นอยู่
ครับครับ เรามาด้วยกันทั้งหมด 11 ตัวครับ 11 ตัวเหรอคะ ใช่ครับ 一共有 ให้กำลังใจญาติของผู้ประสบภัยมาครับสแตนบายเพื่อที่จะเข้าอย่างต่อเนื่องแม้แต่เป็นประเทศที่ทุกคนกำลังเศร้าใจเวลาหนึ่งเล็กๆ ที่เขาไปให้รอยยิ้มกับเด็กๆ เมื่อกี้ครับมีเด็กๆหลายคนอยู่ข้างในเขาเข้าไปเด็กๆก็ได้เล่นได้ยิ้มกับเขามันเป็นรอยยิ้มเวลาสั้นๆในเต็นท์นั้น 不过最近替搜救犬捐钱、捐物件的假大文愈来愈多，泰国政府就澄清，警方甲军队拢无接受也是征求相关的捐款，提醒民众莫受骗。根据万国商业新闻的报道，政府当咧调查负责工程的中铁集局，姜家国涉嫌以泰国人挂名入股，专案往司法程序进行，牵涉着外国人商业法、工业产品标准法，还有投标的罪刑法。特别调查局局长已经下令调案处理。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缅甸的地震已经造成2700多个人死亡，超过4500个人受伤哦，是个继续在抢救。当地庇护所、清气的水解药品，即嘛是拢真欠缺，嘛正烦恼老土症一款传染病，病医的骹手哦嘛拢已经紧绷了，所以嘛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协助。缅甸强烈地震重灾区继续伫咧搜救，成立野战病院，不过已经超过黄金72点钟。The critical window for search, as I said, is really narrow now. Shelter, foods, the clean water, essential household items are all in a short supply. 尤其是水，真侪水管硬化问题拢害起，过渡到一年内面上热的季节，外口的温度要到-40度。联合国几落个机构正担心灾区会出现涝土症。It is super hot out there, and communities don't have access to running water, and they don't have access to drinking water. 世界卫生组织讲，病已经无法度负担，医疗用品也即要用完，也欠燃料。联合国难民署已经把这种情形定调做相关顶级的人道危机，正动员调度篷布、困地加网搭，也因为路桥损害严重，救援任务正困难。自强港到曼德勒，以前塞车8点钟就会到，难民署救援队这边是塞13点钟才到位。We have been able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the people. We haven't experienced so far a blockage. 联合国讲物资会继续分，不过嘛爱会当到灾区，希望国际社会继续援助。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老弟心讲，伫咧一个国家发生这么重大灾难时阵，缅甸军政府犹原互百姓正惊吓。伫咧军事限制情形下，无网络、无社群媒体平台，同灾区的资讯大家了解有限，百姓的性命受到威胁。虽然军政府欢迎所有的援助，不过所拒绝台湾的紧急救援人员入境，也不准外国媒体伫缅甸报道地震的灾情。军政府即马就应该改变做法，和人道援助会当赶紧到位。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缅甸大地震哦，造成真严重的伤亡，地震真侪台湾民众嘛是真关心哦。台湾地震科学中心是表示讲，即届缅甸发生地震的所在，伫过去200冬哦，并无发生真明显的灾害型的地震，也毋过当地有500公里长的断层，所以灾害才会遮尔严重。虽然台湾甲缅甸哦离2500公里遮尔远，影响是无介大。也毋过哦，地震真侪台湾本地就爱随时做好防灾的准备。缅甸大地震造成严重的伤亡，因为破碎着世界断层伫真侪所在地表破裂，连上千里外的泰国曼谷也摇甲真厉害，造成建筑物倒去甲人员的伤亡。为了要提供正确的地震科学知识，长期累积地震研究成果的台湾地震科学中心分析，这边的大地震灾情这么严重。是因为这个区域是真明显的地震空发区，甚至可以达到了快到500公里，整个的破裂长度，其实这个是已经超过了整个台湾的长度，所以这是蛮可怕的，而且这个其实是出乎我们当时预期它的整个的破裂情况。透过这次地震所学习到的经验，重新回去评估这个地方它到底过去的这些历史地震，到底是不是如我们之前所推测的一样的分布。缅甸大地震虽然震央无伫咧台湾，不过台湾的地震真多，也引起民众对缅甸地震是毋是触发台湾地震的惊吓。地质学者强调影响无大。台湾距离这个缅甸其实还相距大概有2500公里以上，所以这种静态的这种应力转移，其实还不会转移到上千公里以上，所以基本上不太容易引起台湾的这种地震的活动。学者讲，像台湾7个有大地震这种传闻。
其实是无一定的，重要是爱看伊的讲法是毋是合理。尤其台湾是伫咧地动带，本来就应该做好防地动的准备。中心累积的宝贵资料，会当提供政府伫咧防灾规划做重要的参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郊区，昨天然气的管线爆炸，引起大规模的火灾哦。8点钟火才拍花，包括3个囡仔在内，计共是有145个人受伤哦。当地卫生官员嘛表示讲，受伤的民众状况正稳定，有的嘛已经出院了。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大约500公尺的管线封烧掉，是啥物原因造成外漏？当局嘛正在调查。天然气管线爆炸引起大火，乌烟呛甲天边。有媒体报道，火势有20座楼啊悬，几公里外拢看会到。爆炸威力真大，各地住的黑区真近，居民拢感受起爆的震动。迄时阵庆祝穆斯林开斋节的民众赶紧逃离家园，火势无法度收煞。当局下令疏散，消防员出动救出受困居民，有人被受伤，有人用要无法度喘气。We don't really think that there's something serious until we saw the fire. And the fire is really raging high. 我一直听到有东西掉，那种有玻璃、有石头，窗口的玻璃全部都破掉。前早起，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伫浦东一条天然气管线泄漏造成灾害，差不多500公尺管线被烧掉。国家石油公司虽然将烧的管线改关起来，不过管线内底依然有残留天然气，火势是真大。烧差不多8点钟了后，才全部拍花。当局初步评估财损，190栋的厝，148台车加11台机车，有无共款程度受害去，也宣布会赔偿受灾户。另外，几个事故发生的原因已经展开调查。公司新闻恩惠宁报道。最近传出真侪疑似性侵害的嫌犯拢有前科哦，煞阁有接触囡仔，搁再犯案的机会。早起就有立委甲家长、各民间团体开记者会，伊呼吁卫生福利部得爱惜儿童工作证的制度，避免才有犯罪记录的囡仔，搁有接触囡仔犯案的机会。建制儿童工作证，阻断二郎再犯机会。有一位新北市受害儿童的老爸 A 先生，由立委陪同，找日早起伫立法院开记者会，因为伊的囡仔伫咧儿童在业班。何老师强制性骚扰长达4年，报警了才发现受害人数有到10几个人，而且这位老师早就性犯罪前科，竟然一个人转到教学现场继续犯案，让家长真生气。即使我们已经灌输了他好几年这些观念，但是他还是忍受了很久，他还是压抑了很久，直到他真的受不了了，他才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民进党立法会议员范云讲。伫即马现行的无实力人权资料库实行已经真久啊，而且至少6大缺失，包括无需要立案的儿童工作场所，像夏令营、小型在家班，就免查询工作者的背景。儿童相关工作的类型真侪种，无法度全面的监管。若是无好好查询，就可能错绑恶龙再犯，伤害囡仔。无实力资料有公告的期限，若是过期就无法度搁查。伫即马查询的权限也个严格规范，家长甲一般民众拢无法度查到，而且就算是查到，也无法度禁止老师搁去别的单位工作，所以要求卫福部建立儿童工作证制度。它就像是儿童保护界的良民证，让所有接触儿少的工作者，那些工作者自己必须要先查核申请哦。儿童工作证它可以视为是一个加强版的良民证。那它就会涉及到相关不同政府机关资料的串接哦。那因为都是一些比较隐私的个人资料，这个绝对需要有一个法律的授权。范云讲，纽西兰、澳洲等国家拢已经伫咧推送儿童工作证制度，来确保儿童的安全未受侵害。所以将会提出儿童加少年福利加权益保障法修法草案，甲儿童工作证法制化。对此，卫福部回应讲。修法就要跨部会合作，会进行讨论可行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后日就是儿童节咯，有儿团团体公布一出影片，请17个囡仔来讲出因家己的心声哦。有真侪囡仔认为讲大人哦，拢无重视因的话语权，无要听因讲话。立法委员林慧琴就表示讲，第3届的儿少法修法的公听会，会来邀请小朋友来发表意见。为什么每次都是我错？
不是每个事都是我的错吧4月初4就是儿童节啦，台湾儿童权益联盟发布一个甲儿童维护权有关系影片，影片当中拢总访问17个囡仔，当中敢若一个囡仔感觉爸母会参考伊的意见，其他16个囡仔拢感觉大人袂听因的心声，互因感觉足委屈的。就会重复骂我希望他能同理安慰。然后呢，不要责备我。这个是所谓表意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听进去了，然后呢，大人会有大人的评估，会有大人的判断。那如果跟孩子的不一样，你要跟他沟通，跟他讨论。为着要互大人听到囡仔的心声，立法委员林国钦表示，第3场的儿少法修法公听会，因会邀请12岁以下的囡仔来参与，包括听障儿童、过动儿童，也有足够读册的囡仔，希望透过参与公共政策，确保因的维护权。布置一个友善的环境，让他们可以勇敢的去说，而且说完之后，我们要回应。回应如果有一些他认为不是恰当，是还要给他有申诉的机制。儿权联盟表示，因接触到真侪儿童性剥削案例，一寡儿童会一再受害，拢甲因唔敢甲爸母表达有关系。儿权联盟希望第3届的公听会会当讨论出适当的法条，确保囡仔维护权，鼓励囡仔表达出心内袂爽快。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去年有134850来红婴仔出世，创历史新高。政府即马拍算讲要教育囝的育留职停薪的补助，对6个月延长到7个月哦。也毋过，全教总是认为问题是因为补助上少，嘛应该改善育儿的环境哦，才法度来鼓励大家生囝。即马物价悬，逐项拢起，尤其少年人拄出社会，普遍薪水无介悬，若是生囝经济负担会变搁较大，所以真侪人拢毋敢生。陈高中拜3召开记者会表示，目前的育婴留职津贴是以申请人投保薪水落去补贴8成。陈高中讲，投保的薪水通常比实际上摕到的薪水加真侪，不管是一般劳工或者是公务人员，6个月补贴算起来，连基本工资28590块都无。以113年的一个保险给付总额跟给付件数来计算哈，平均的金额大概是22000元。那公教人员更惨，公教人员平均请领的金额只有17180元哦。那这个离基本工资28590元还差很远。根据内政部统计，2024年新生儿有134856人，比2022年13.8万人搁较低，出现罕见2年过过好年的状况。专家总表示，少子化真做是国安危机，呼吁劳动部增加用公务预算来提供补助。能不能再从公务预算的2成再来加码的这一件事情啊？哈，就涉及到政府的预算嘛，哈。那因为这一次的财划法如果修正施行哈，那中央政府的收入也会减少。那所以能不能再来提高？这要看看政府的财政的状况跟少子化的一个政策哈。劳动部表示，目前有咧研议，敢要甲补助的时间对6个月增加到7个月。若是要延长留职的时间，也需要考虑劳工转去工课场适应的问题。目前拍算研议的方向是，父母双方拢要签满6个月补助，才通申请加码的迄1个月。目的是希望透过政策，促进男女平平拢爱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也若相关修法的草案，目前正在研议。记者电话给谢桂玲台北报道。再来看高雄的中央公园有一间宠物友善的餐厅，去年底试营运，顶礼拜5开幕。也毋过有动保团体是指控讲，业者的环境设施甲管理拢无考虑到动物的福利，呼吁高雄市政府要废止业者的等严正。餐厅试营运期间，虎虻牵索互进来的游客轮流拍，强制这个虎虻摆拍在那个水豚上面摆拍，然后后来那个虎虻就是从那个水豚上面就是摔落到地表。动物团体甲民代初二指控，高雄中央公园内底的动物友善餐厅，顶礼拜5正式开幕，业者引入来水滴虎虻等大量动物，但动物团体对去年11月开始查封5摆，发现园区440片，刷饲大约156只动物，大型贵宾狗已经有成因可爱吸班行为。这个展场居然可以透过饥饿，然后来逼迫这一些亲人，然后互动性高的鹦鹉。
来面对游客。动物团体质疑业者环境设施甲管理无好好考虑动物福利，呼吁高市府废止业者的电眼镜。来港园区有野保专业的游客嘛提出意见。进来有帮我手部做清洁，可是我觉得如果更完善的话，应该是所有让动物碰得到的地方都应该做完整的消毒。我们很用心在做。我真的也很认真在学习，很认真在请教一些教授一些问题。业者回应相关环境有请教过专家教授，会对争议状况做了解。市府表示有邀请动物专家实地审查，要求业者照意见改善了，才通过审查。审查过程都严格把关，包含了提升饲养环境、增设遮蔽、优化饮食和医疗照护等。业者也积极改善，确保动物的良好生活品质。公安局表示，会甲动保处无定期稽查，确保动物福利。动保处嘛强调，若查到业者有电影也是照顾不当，会照动物电影管理办法要求限期改善，无改善会废止证照。公司新闻陈焕武、寇正准高雄报道。再来看台南某1999市民服务专线，今年1月到3月，计共服务48000外件，逐个月拢大约16000件哦，是以噪音的检举佮动物的援助上济。因为无时间的限制，状况嘛袂少，各民众打电话去念经。但市政府是呼吁讲，爱甲资源留予有需要的人。外形高高胖胖的，接近大概40岁。台南1999市民服务专线，一透早电话就响袂停。虽然主要是卡来反映问题，不过奇怪的电话嘛袂少。您好，微信聊，很高兴为您服务。您好，初中毕业生零进入真相。无身份证。民众打电话入来，唔来念经，也阁会读报纸，已经是1999常常打电话来的人，几乎所有接电话的人员拢接过伊的电话。诵经啊，念经给我们听，然后念完就结束。那他可能今天是念经，也许早上念经，下午他就念报纸给我们听。因为无时间的限制，加上是服务市民，通常接线人员拢会真耐心的听。讲若是今年1月到3月，台南1999就累积有48000外通的来电，一年的平均每个月有16000外通左右的业务量。但是其实真侪民众嘛知影，后白卡1999是真无好。请可以问。对啊，你有打过？你本身有打过吗？有打过1-2次而已，还不错。要针对问题啦，但是就是一寡话啦，是疑难杂症啊，也袂当黑白卡，哎呀，安尼较袂变造成迄个市政府的迄个困扰啊。1999市民服务专线，主要就是包括活动的消息、交通旅游的资讯、各种福利的服务，甲市容通报，都会当直接通报反映，并且各会进度追踪。大概。咨询譬如说活动的这个办理啊，咨询这个相关内容，大概就有5成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陈情、派工一些转接事项。千奇百怪的状况袂少，市府嘛是大爱呼吁通报1999，避免占线，以免影响其他有需求的民众。公司新闻郑云台南报道。婚姻馆有1200场的市猪场，150多万只猪哦，占全国的3成。原来落水溪、新河尾溪、顶河川哦，是互认定讲有重度的污染，其中又是以挑拨的废水污染还严重。环保局嘛提出5档的整治计划，会来透过 AI 监控来进行治理。环境部今年3月公布去年全国河川水质监测结果，全国严重污染的测站有7个，其中分林新河尾溪就有2笪。进一步分析污染源是挑拨废水上济。婚姻馆环保局提出3官学合作5年的整治计划，希望会当改善水质。通过所谓的加强稽查，来让这些畜牧场做一个改善。那事实上，畜牧场它本身可能猪农很会养猪，可是他对废水处理或者是废气的处理，他应该各自很不熟悉哈。所以我们这次特别导入了我们所谓的专家学者团。还有我们企业这边我们针对于污染的部分就是臭味的部分，那废水的部分由专家辅导团这边提出建议。环保局表示，3官学5年整治计划，除了对畜牧场加强稽查管制，目标定989间畜牧场资源化，逐年会当减少260万吨的畜牧废水排入河川，嘛会设置43座24点钟的水质监测设备来降低水污染。就是开始来做这个我们的这个畜牧废水的一个粪尿污水的一个零资源化的一个转型，那有助于我们这个宜林溪水质的改善之外，那也可以呢有助于能源的转型。不仅呢能够减碳，而且呢能够节能。
环保局表示，旧年针对水污染稽查，拢总开60场罚单，却无场占上济。即马希望透过新河尾溪治理计划，分做短期、中期甲长期来改善设备，互大间的带动小间的来处理废水，用 AI 科技执法全面治理，改善县内河川水质。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大社观音山一个社区有一栋会馆设出去，厂商无经过管委会同意哦，就要来设供电棒，引起其他住户的反弹。今仔厂商是办住户说明会，导民众去抗议。大社观音山国际山庄的住户手提抗议的白布条，大声喊出无爱社区设供电棒，因为新造社区会馆的厂商无经过社区管委会同意，就准备要伫会馆的厝顶设300平的供电棒，将300外户住户的安全放外挂。伫初日早起的说明会，厂商讲一切拢是合法申请，和住户是听家去串串。山坡的关系，它的顶楼就是我们的地面。所以它会反光，然后造成我们很多生活上的不便。而且呢，这是社区唯一的出入口。万一火灾的话，请问我们要怎么逃出去？不要想先去查监案嘛，它是有期限的啦。因为社区这栋会馆捌互法院拍卖，互人买去。说明会中，管委会甲厂商对会馆所有权人的认定无同款。管委会表示，根据公寓大楼管理条例，厂商新造会馆，不管要做什么款的变更，拢必须要经过管委会同意。若是厂商坚持要做供电棒，因无排除要行法院。那我们管委会的立场呢，就是坚决反对，设置光电板。好，那如果呢，这一个中租成因呢坚持要盖光电板，那我们会根据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然后采取法律行动来捍卫我们322位居民的这个生存权。对啊，可以，因为我们也是担心第一个安全，第二个合法啊，那我们也不会强硬啦，因为我们已经有跟那个主委这边有初步下一次的共识，对，我们下次要做去办理。最后双方决定，等待厂商厘清相关的权责甲法条规定了后，才过来社区开说明会，充分了解社区意见，才会有刷落来的动作。记者柯家族交用郭永昌报道。台东县金轮溪边的天然温泉，最近有人伫遐大布棚搁乌便所，有民众去检举。台东县政府是要求讲，得爱限期拆掉，嘛以水利法来处罚。台东县太麻里乡金轮溪今年天然温泉量真多，吸引真侪民众来洗温泉，连外国游客听到消息也来遮旅游。不过，即马伫温泉边做人大布棚，家己传发电机，连米碗鼎拢砸来，还佫伫咧边乌便所，拍算要长期待在遮。不过，这种行为毋但是影响当地观光甲自然景观，还佫会污染环境。民众认为天然温泉是公共财产，大布棚敢若是要霸占。因为这是属于大家使用的地方，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属于大家公共财的，它不能私自作为它一个长期扎营的地方。台东县政府讲，河川区域民众是袂当驶车入去，也袂用个大布棚，接到检举了，已经请警方去处理。伫现场布棚顶头打限期拆除的公告。因为水利法及河川管理法都有规定，车辆不能进入河川的。那他在河川上搭建帐篷这件事已经违反了水利法。官府讲，这种行为依照水利法会当罚2500到5万以下的罚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宜兰县有一寡有100年历史的学校，教室拢使用超过30档的使用年限咯，甚至未少嘛超过50档。今年有包括宜兰市复兴国中的体育馆、佮罗东国小科学馆等校舍的重建计划，伊嘛望讲会当向教育部申请经费来改善校园的安全。学生伫体育馆拍乒乓，不过桌啊，敢若会当放伫舞台顶。宜兰市复兴国中体育馆已经有47年的历史，厝顶有破空甲漏水的问题。学校的校队有男子、女子篮球、拍球队、跆拳道、电竞甲乒乓队等等，成绩袂歹。不过变啊落雨，体育馆的空间大概就会烧钱要用。这都是水痕。罗东国小科学馆壁顶拢是漏水的痕迹，涂骹嘛有袂少的积水。这栋建筑已经有48年的历史，原底有天文设备，予学生来学天文。不过因为建筑旧啊，佮漏水，地处天文的设备无法度使用，整个贴在外口壁，学校嘛烦恼地动会有安全的问题。当初它也是一个砖式的一个建筑跟结构，那原则上我们当然希望在教育推展上面有一个安全的教育场域。是我们的团队非常的一个多元。
那非常多的团队需要使用到体育馆这样一个空间。根据县府的统计，除了复兴国中甲罗东国小、成功国小自强馆、甲南澳高中行政大楼，建筑的年龄嘛拢要到50年。不过，这建筑使用的年限敢若30年，拢有中间的需求。那这4间学校因为建物已经将近达到50年的这样一个使用年限，所以我们有提报拆除重建的这样一个计划。这需要中间的建筑，经费的需求不少。古时复兴国中体育馆爱重建，工程的经费就爱到3亿。官府讲，这4栋围廊建筑拢已经向教育局提报拆除中间的计划，希望会当顺利争取到工程的经费，赶紧改善问题，让学生有更加好、更加安全的教学空间。公司新闻宜兰报道。来看马斯克的太空公司 SpaceX 9号的火箭哦，3月31日载4个太空旅客展开太空史上头一届飞过南北极的载人任务。这届是一个中国出世、加密货币投资家出钱的，伊甲3个乘客接受8个月太空训练哦，未来进行3天到5天的太空旅程。3, 2, 1, ignition, and liftoff. 载4个不是职业的太空人的 SpaceX 9号火箭飞起哩，有照观察伫太空中心的地面指挥中心传出欢呼的声音。这一座飞行任务由中国出世、国籍是马耳他加密货币大好业人王存出钱，不过无透露确实的金额。由其他3个共去的是挪威电影制作人米克尔森、德国机器人研究员罗格、澳洲极地探险向导菲利普斯，这是 SpaceX 第3摆执行私人出钱的民用太空观光飞行任务。这是太空史上第一摆载人飞过南北极的任务。过去阿伯夫太空人飞过65度以北或者是以南的轨道，这个线比南北极宽小可较低。第一段飞行是为佛罗里达州往南极，过程半点钟。随去太空舱一直差不多440公里的高空射地球一年，时间差不多是1点半钟，其中46分钟会为南极飞过到北极。为太空船能看到地球南北极的美丽面貌，这是人类第一摆为太空看过地球的极地酷刑。美联社报道，这摆任务叫做 Frame 2，有탄生100多年前俄维极地探测船 Frame 号探险历程的意义。王船这人接受8个月训练，包含伫阿拉斯加进行野外生存训练，加无机伫极端环境加真下层来生活挑战。这摆太空任务除了让这人体验射地球南北极，也进行真侪项实验，包含第一摆伫太空内底翕人体电光影像等等。这摆飞行，王船一家人也早较侪摄影设备，完整记录这座太空旅程。公司新闻郑淑芬报道。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0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3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1度。华东地区上低15度，上悬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